信得過，但因心裏仍然鬥氣，心裏仍然鬥氣，我只想拼命去爭口氣。我要是失去靈魂，怎去避免拉扯自死？當靠近我一點，沉澱過之後抬到一起，不想安於這地，難改寫這一切血汗味。所有想法很簡單，用心機灌溉，為何並無道理？就算今天失去什麼，有什麼也要頂天立地。其實勇氣永沒代替，極昂貴來面對日復日給需要你身體。就算今天得到什麼，有什麼也要將包袱永遠拋棄，就能自在的心理。也許不論對錯，燃亮着不失的智慧。有什麼的地位？其實勇氣記落文也極實際，憑着你瞓過海格未答的問題。